英偉達 PCB 供應商盛宏科技，一手入場費21,200蚊，抽唔抽？睇片之前記得撳開呢個鐘仔 ，subscribe Tasty Money YouTube Channel， 以後有新片你就會收到通知㗎啦。盛宏科技2476正式展開招股程序。呢間作為英偉達核心供應商嘅 AI 及高性能計算 PCB 印刷電路板生產商，招股期定於4月13號至16日。公司計劃發行8334.8萬股 H 股，當中10%撥作香港公開發售，發售價上限為每股209.88港元，集資規模最高達174.9億港元，每手買賣單位為100股，一手入場費約21,199.7港元。預期股份將於4月21日喺港交所掛牌買賣，聯席保薦人為摩根大通、中信建投國際及廣發證券。至於 AH 股價格差距方面，盛宏科技 A 股深交所300476於4月10號收報289.77元人民幣，折合約332.31港元，對應市值達2528.4億元人民幣。H 股最高招股價較 A 股現價折讓36.8%，換言之 ，A 股較 H 股高水58.3%，於2023年、2024年同埋2025年。盛宏科技嘅收入分別為人民幣7,931.200萬元、人民幣10,731.500萬元同埋人民幣19,292.300萬元。同期，公司嘅研發開支分別為人民幣348.300萬元、人民幣449.800萬元及人民幣777.600萬元，分別佔同期總收入嘅4.4%、4.2%及4.0%。公司嘅淨利潤由2023年嘅人民幣671.300萬元增加72.0%至2024年嘅人民幣1154.400萬元，主要由於毛利由2023年嘅人民幣1643.300萬元增至2024年嘅人民幣2438.700萬元。公司嘅淨利潤由2024年嘅人民幣1154.400萬元增加273.5%至2025年嘅人民幣4312.08萬元，主要由於毛利由2024年嘅人民幣2438.700萬元增至2025年嘅人民幣6795.400萬元。公司擬將所得款項用於以下用途約74%用於擴展喺中國內地嘅生產，約7%用於購買 MSAP 製造設備及其他機器嘅智能製造設備，約9%用於研發活動及約10%用作營運資金及一般公司用途。盛宏科技、惠州股份有限公司係業內先進嘅人工智能同高性能計算印刷電路板 PCB 核心供應商，專注於高階、高密度互聯 HDI 高多層印刷電路板 MLPCB 嘅研發、生產與銷售。根據市場數據顯示，以2025年上半年人工智能及高性能算力 PCB 收入規模計，集團以13.8%嘅市場份額躍居全球第一。對照2024年，當時集團僅位居全球第7，市場份額為1.7%，成長勢頭極為顯著。其產品核心應用覆蓋 AI 算力卡、服務器、AI 服務器、數據中心交換機、通用基板等關鍵設備領域。技術實力方面，集團具備生產100層以上高多層 PCB 嘅製造能力，同時係全球首批實現6+24層 HDI 產品大規模量產嘅企業，更掌握10+30層 HDI 同16層任意互聯 Any Layer HDI 技術壁壘領先業界。產能佈局上，集團喺中國廣東惠州、湖南長沙同益陽以及泰國大城府、馬來西亞馬六甲均設有生產中心。全球化佈局有效，保障供應彈性同市場覆蓋能力。客戶資源層面，集團合作對象涵蓋全球頂尖 AI 技術解決方案供應商、大型雲服務供應商、數據中心設備 OEM、服務器品牌商、一線電動車企業同汽車電子產品供應商、知名智能終端品牌、主要醫療設備製造商等，客戶結構多元且深度覆蓋高增長賽道。多謝你睇到嚟呢度啊！記得撳埋呢個鐘仔 ，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Tasty Money 港股直播室，將賺錢變得輕鬆簡單。